講到倫敦最好住嘅地方頭3位，其中一個一定係 Kingston。有了解過英國物業嘅都一定唔陌生。名校多啊，自然環境靚，治安好，出市中心又方便。可以話係中晒全世界家長嘅要求。除咗自住之外，其實 Kingston 係一個好有投資價值嘅區份。個概念就好似香港嘅11、12、41校門咁，因為需求穩定，所以抗跌力都非常之強。單計舊年 Kingston 嘅租金升幅就差唔多係倫敦市中心嘅2倍。加上新供應係少，所以每次有新盤推出嚟，都一定有一班家長客捧場。作為家長，好多時候為咗小朋友都唔介意付出更加多。就好似我哋其中一位定居咗喺英國嘅香港同事，為咗俾仔仔最好嘅學校，直頭成家人買樓搬咗去另外一區住。今次嘅全新項目 County Hall Kingston 屬於 KT 一鋪速，無論你係行路定係搭巴士去商場、火車站定係小朋友返學，都只係需要10分鐘左右。雖然冇得一落樓就 shopping， 但係呢度勝在隔一個街口就已經係太唔少。沿住河邊散步出去市中心，講真其實都幾寫意。如果放假想同小朋友去放下電，得10幾分鐘車已經可以去到倫敦最大嘅 Richmond Park 睇下鹿，去溫布頓打高爾夫球，去 Hampton Court Palace 去野餐，絕對係連倫敦人都嚮往嘅生活態度。樓盤嘅正對面就已經係 Kingston University， 入邊嘅護理系、設計系、時裝系，全部都係倫敦最 top 嘅。講啲秘密俾你知啊，連陳奕迅都係校友嚟。大學每年收生係超過2萬個位，至少2成係海外學生。淨係呢一度已經保證咗有一班有實力、有潛力嘅租客。County Hall Kingston 係今年最有特色嘅新盤，因為係新舊融合嘅元素擺埋一齊。新就係佢有一系列低密度新嘅 apartment， 舊就係有一座 Grade 2 Star 古蹟改建嘅住宅。Grade 2 Star 評級係代表有超級特別歷史價值嘅文物。全倫敦咧得5% 古蹟擁有呢個評級嘅啫。比較出名嘅例子就好似 Battersea Power Station 同埋 Oxo Tower。講少少歷史啊，樓盤嘅前身係 Surrey County Hall， 喺1893年落成，當時咧係市政局開會用嘅地方。活化之後，內部會改成1至3房嘅單位。外觀咧係保留咗古典風格，有拱門入口同埋彩繪玻璃。主座嘅鐘樓亦都會保留咗落嚟。其實由火車站行過去遠望已經可以望得到，係 Kingston 最有代表性嘅建築物。我自己嘅私心推介係新座嘅 apartment。兩邊個戶型嘅價錢咧其實差唔多嘅，但係新座咧就有露台。我自己咧就比較重視屋企咧就夠唔夠開揚，但係舊嗰座咧其實買佢嘅獨特性。每一個單位咧個開則都唔一樣，就好似買古董咁，買一件少一件。今次第一期推出有72個單位，淨係當地嘅 interest 已經非常之高。所以如果有興趣想了解多啲，就立即聯絡我哋 JLL 海外物業。To buy or not to buy non-local off-plan properties, assess the risk before you buy. 境外樓花買唔買？計過風險先好買。